好啦，咁今次咧，我哋就正式又去開始另一篇嘅領域嘅信息啦嚇。咁首先咧，一樣我哋喺參與上面做少少熱身先啦嚇。咁就首先咧，我問兩個問題先啦，然後大家一齊去同左右隔離宣告啊。第一個嘅問題，我想問就係邊一個係預備好聽呢篇信息嘅舉手 ？OK， 好。咁邊一個預備好成為呢個時代嘅約瑟舉手 ？OK， 好啦。咁跟住咧，剩翻一步咧，就我想每一個人都同兩個人講，我預備好聽呢篇信息噶啦。我預備好聽。係啦，感謝主，我哋鼓掌多謝神啊！好。咁其實咧可以話呢篇信息又好啦，又或者成套嘅信息都好啦其實係我哋好值得去珍惜嘅，因為差唔多可以話有好些人佢一生能夠聽到最好嘅一篇信息都係不外如此嘅啫但而家譬如好似呢一套2012，其實每一篇信息我相信時候你哋聽翻嘅時候，你會發現真係每一篇都可以成為某一啲人一生聽過嘅最好嘅一篇信息嘅。好啦，咁喺上個禮拜我哋同大家去分享過，希望喺呢一次我哋進入呢個嘅可以話第二個段落嘅前言裏邊咧，係會同大家解釋幾個嘅謎題嘅。第一個謎題就記咗喺但以理書第12章第1節啦。第一節佢講話，那時保佑你本國之民嘅天使長米迦勒必站起來，並且有大艱難，從有國以來直到此時，沒有這樣的。你本國嘅民中凡名錄在冊上嘅，必得拯救。咁而我哋今次我哋會提到羅茲威爾事件啦，1947年嘅星頻創造啦，同埋我哋會嘗試用加利利去研究主耶穌基督第二次嚟嘅日子，我哋嘗試用拉條線去帶出呢個嘅概念啦咁我哋睇下今日我哋會講到幾多啦。咁我哋盡量會用一條線裏邊去楞晒呢一個嘅對比，俾大家去知道嘅嗱其實喺今次咧，我哋喺所分享嘅範圍咧，係將拉線再以一個更高嘅深度咧、嶄新嘅角度咧，同大家分享嘅。因為我哋今次會融合咗天文啦、地理啦喺拉線裏邊嘅。咁呢種天文地理嘅深嘅程度，就好似真係約瑟嗰種嘅程度咁樣去同大家去解答一啲嘅問題嘅。咁而事實上今次我哋會同大家去理解 Freemason 佢哋所自豪嘅一種研究歷史嘅方法而事實上或者對拉線好多弟兄姊妹呢幾個禮拜你都好震驚啦，即係對現實有個重新嘅睇法啦。但係其實喺幾百年前就已經有一批人已經進入一個咁嘅領域，進入一個咁嘅世界，就係話佢哋已經進入一個完全超現實嘅世界。有可惜嘅就係話佢哋走火入魔，到最尾成為而家呢啲嘅影子政府甚至去殘殺好多嘅人。咁當然我哋會分享到佢所知嘅嘢，但係我哋會分享到佢錯嘅嘢喺邊度因為事實上如果我哋有真知識嘅話咧，我哋所知嘅係遠比佢更加多嘅。而事實上喺今次我哋從呢一個嘅研究咧，會俾大家研究而家呢個嘅局勢，現今其實我哋所講嘅政治同埋世界會走嘅方向嘅。呢個亦係我哋能夠擁有2012呢一套信息嘅其中一個嘅好處。因為事實上喺2012將要臨到之前咧，好明顯全世界將會開始有好多嘅混亂嘅而事實上呢啲嘅混亂咧，甚至好多係出自於基督徒添嘅因為嚟自就係呢啲基督徒佢會喺呢段時間當中咧，因為你信仰唔堅固啦，似是而非啦，信嘅嘢紮根喺呢個世界啦。咁如果當見到呢啲嘅政治動亂或者甚至好簡單就咁嚟緊呢1-2年有 UFO 出現，而甚至連天主教都話 UFO 係我哋嘅 brother 係我哋嘅朋友嘅話，咁你能夠想象有幾多嘅天主教徒，有幾多基督徒會離棄佢哋嘅信仰，會跌倒。而最恐怖嘅就係敵基督會以 UFO 嘅身份嚟到呢個世界嘅話，甚至連政治嘅
重要嘅人物都接受佢哋成為救主嘅話，咁你諗下好多嘅基督徒會點樣啊？但我所講緊嘅就喺我哋呢幾年咧，已經可以話咧，無論科技上面啦、歷史上面啦、經濟上面咧，已經係足夠讓呢啲事喺我哋眼前去發生嘅。所以到時你會睇到就係，如果我哋擁有真知識嘅話咧，我哋就唔會俾呢一啲咁嘅嘢去迷惑，我哋唔會俾當前嘅變幻去迷惑，因為我哋睇到就係話喺歷史上邊，喺過去、現在、將來，神都掌管咗嘅。藉著拉線，我哋睇見神已經完全掌管咗，就唔會好似呢一啲嘅人，佢哋會見到哇啲 UFO 佢嘅科技咁勁啊，甚至或者呢啲 UFO 點解會可以殘殺一個城市啊？呢啲唔係靈界咁啊，靈界唔應該殺到人㗎咁樣甚至如果到時會睇到就係話既然用呢啲 chips 就可以防止被屠殺啦，被啲 UFO 去拐啊，甚至用呢啲嘅 chips 可以使到佢哋喺經濟上面可以自由啊，咁我哋會奇怪點解唔用啫？係咪？我講緊甚至基督徒都會有呢一個嘅辯論。到時嚟講，呢一啲佢哋不嬲只係精神寄託嘅信仰，係唔會足夠阻止佢哋嘅離開神，係唔足夠阻止佢哋嘅墮落，或者咧放棄佢哋自己嘅信仰。所以點解我哋一定要知道而家呢一套嘅信息咧？2012呢套信息咧，除咗係為咗使我哋可以帶人信主咧，並且係好堅固嘅，俾我哋知道神係真嘅，讓我哋能夠喺任何嘅動盪當中咧，佢哋都持守佢哋嘅信仰。呢個就係呢套信息嘅最主要嘅目的。因為好明顯喺到2012年之前咧，好些人佢哋對信仰嘅決定啊，甚至到一個階段就係話佢餓死啊，定係繼續信神，係啊，即係嗰個就係好現實啦，即係呢個嘅真實程度究竟有幾高咧？所以如果到時大部分嘅基督徒都跌倒嘅話，剩餘嘅基督徒對佢嚟講係一個好大嘅衝擊。所以你會睇到就如上個禮拜我所講嘅，就係就算喺普遍世界現時好些嘅教會，佢哋只得1成嘅人可以被提得到，但係肯定喺呢啲基督徒被提之前咧，撒旦一定會用盡一切嘅方法，連呢1成被提基督徒都讓佢跌倒，明唔明啊？咁在神嚟講，咪有一個好大嘅失敗咧？神用2000年嘅時間去預備一班被提唔到嘅所謂基督徒。而事實上，我哋親眼見到好多而家掛名嘅基督徒啦、掛名嘅教會啦，就已經將整個基督教嘅信仰咧，已經擺到變成一個精神寄託啊，甚至根本係佢哋厭惡會預備被提呢一啲嘅信息啊。你會睇到一班唔預備被提嘅基督徒，佢點可能被提咧？但係而家係普遍90%教會，佢哋根本所傾向講關於世界末日嘅信息啊，或者係預備被提嘅信息啊，好多時你會睇到會遇到佢哋嘅冷眼旁觀。呢個就係今時今日嘅教會嘅光景。所以呢一套信息，我相信當我哋弟兄姊妹哋聽咗並且無誤嘅能夠將佢分享出去嘅時候咧，其實到時就算敵基督佢嘅出現，又或者甚至佢哋會用一批嘅說辭去解釋信仰，或者主耶穌應該用另一種嘅睇法嘅時候咧，我哋都會能夠知道點樣回答呢啲人嘅。就好似彼得前書第3章第15節就咁講：只要心裏尊主基督為聖，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嘅緣由，就要常作準備，以溫柔敬畏嘅心回答各人。所以原來當人哋問我哋，哇，到而家咁嘅光景，你仲有盼望嘅咁樣，咁你預備好回答未咧？但係如果你睇到，就算連我哋教會嘅基督徒都未預備好回答嘅話，咁係一件好悲慘嘅事，係咪？所以變咗你聽呢篇信息嘅話，你其實係你會知道就係到時喺大混亂當中咧，就算其他嘅所謂基督徒啊、天主教徒啊、回教徒又好啊，乜嘢外邦人都好啦，佢都會問你點解你咁平安嘅？點解你會知嘅？你咁肯定你信嗰個係神咧？到時就係你傳福音嘅機會，到時就係你能夠咧帶人信主嘅機會。我相信喺被提之前最後嘅30日，會係你有生之年帶最多人信主嗰刻。所以呢個就係點解我哋要作預備，任何時間都作預備，因為呢個使到我哋能夠帶住更多嘅獎賞去面見神。所以2012呢套嘅信息係預備讓弟兄姊妹你喺嚟緊嘅大變動當中、大變化同埋一個非常之唔穩定嘅經濟或者政治嘅當中，你能夠裝備好去救人。救嘅人嘅層面咧，
下至一啲可以話低下階層，上至中上階層、政要甚至知識分子，就算佢讀幾多書，佢扎根喺呢個世界，佢以前忙亂冇時間聽你傳福音，但係而家佢會可以話拍你個門問你點解你會信呢個神？究竟而家呢個光景你點睇法？喺呢個政局當中，你覺得有冇盼望，有冇希望？我想你知道呢個時代將要喺我哋眼前出現，而如果我哋能夠擁有呢啲嘅知識，我想你知道，就算政治嘅領袖或者呢啲經濟嘅商家，或者甚至呢啲嘅君王，佢哋都會願意去信主，因為能夠解釋到俾佢知世界上真係有個真神。所以你要睇呢套信息，根本絕對可以做到呢一個情況。電視都開始冇人信啦，政府都開始冇人信啦，衛生組織都開始冇人信啦。呢一啲嘅政治家啊、經濟家都開始冇人信啦。但係如果我哋能夠提供100%嘅真理嘅話咧，我哋就能夠得到呢啲人嘅心。而事實上，如果當我哋遇到咁嘅光景嘅時候咧，有幾個嘅問題咧，我哋一定要裝備好回答佢嘅。即係除咗我哋拉線能夠帶你信主之外咧，因為有好多嘅迷惑咧，我哋一定要能夠俾外邦人能夠更加答得到。譬如好似 UFO 係乜嘢嚟咧？既然佢靈界點解可以殺到人嘅咧？點解可以拐帶人嘅咧？點解可以甚至可以話掌管政治嘅咧？Freemason 係乜嘢咧？點解會掌管呢個世界嘅？點解佢能夠成為影子政府咧？佢哋知嘅係乜嘢咧？點解 Freemason 佢哋有一套嘅解經，甚至強過好多基督教？佢講嘅預言好多嘢點解咁準嘅咧？佢哋所講嘅呢一個嘅基督，點解你又話佢係敵基督咧？你會睇到好多好多呢一啲嘅重點咧，我哋一定要能夠成為一個嘅基督徒，喺嗰個光景咧，知道佢能夠坐喺邊度，咁我哋先至能夠幫到呢啲嘅人。第一，讓我哋自己信仰更加穩妥；第二咧，就能夠傳到福音。咁喺我哋打咗一個咁重要嘅關於真知識嘅根基之後咧，今次我哋嘗試係用一個更加深嘅層面咧，理解一啲可以話完全係不可思議嘅領域㗎啦。因為我哋而家越嚟越踏入咧係可以話不可思議嘅領域，因為我哋越嚟越理解靈界嘅掌管對現實嗰種嘅程度。咁首先有少少重溫先啦。我哋講過好多個數值，呢啲嘅數值都係有意義，喺嚟緊呢幾篇信息當中都好重要嘅。譬如好似888就係主耶穌基督嘅名，耶穌呢個字加埋個 number 啦，7就係完全咁解啦，所以有77啊，777啊。33就代表咗係乜嘢啊？代表咗主耶穌基督啦，係咪啊？咁而33.33，我哋知道如果喺呢個地上，如果我哋度呢個33.33嘅度數嘅話，就係2012海里啦，係咪？而2520就係神嘅同在當中看出人嘅不義，去將人放喺天平當中嘅稱出去不義。2160就代表咗神嘅同在藉着人去掌管。1008就係代表咗哈密吉多頓啦，我哋知道啦，呢個係代表咗啟示錄啦，又代表咗神嘅審判，亦係代表咗2016嘅呢個提示咧。而962咧，我哋知道就係所羅門聖殿建立嘅年份啦。3024咧就係金字塔嘅周邊啦，亦係金字塔最遠同埋最近嘅佢哋嘅針尖個頂嘅距離啦。嗱，我哋有呢啲嘅根基咧，我哋嘗試再次盡心去理解一啲真知識嘅碎件咧，我哋就唔會誤解啦。因為點解咧？因為有一樣好重要嘅知識俾大家知道嘅。點解會用拉線開始，然後先至去理解 Freemason 嘅嘢咧？因為咧 Freemason 其實佢哋慢慢走火入窩咧，因為佢哋嘅利欲分心咧，將好多真知識嘅碎件咧係解錯嘅，係將佢變成歪曲咗，變成另一樣嘢嘅。舉一個好實際嘅例子，我今日就用一個例子去剖析，用真知識去理解而知道 Freemason 點錯。但係呢個例子咧，亦係可以話係 Freemason 嘅王牌嚟嘅喎。佢哋有一個謎咧，一個謎語咧，佢擺喺世人嘅面前咧，就算佢擺咗喺度，佢都亮你解釋唔到。呢個就係可以話係佢哋嘅自豪嚟嘅。在佢哋嚟講咧，我哋覺得咧擺出嚟咧係冇人解得到嘅。而事實上，我今日同大家去講呢個謎咧，就算係 Freemason 咧，都係要最高嘅嗰幾個 level。佢有33個 level 啊，最高嘅嗰2-3個 level 咧先解得通嘅。其他嗰啲卒仔咧，其實如果你係
即係呢個人係 Freemason 嘅話，佢今日聽我講，我相信連佢都好震驚，原來係咁解嘅。關於呢個謎題，呢個謎題就係佢哋咧呢一隻33嘅鳳凰啦。首先我哋睇呢一個圖咧，呢個圖咧其實你會睇到係麥田圈啦，就係我哋上一年6月12號啊，就喺英國出現嘅一個嘅麥田圈啊，就係一隻鳳凰嚟嘅。呢個鳳凰咧打咗出嚟嘅，到今時今日我想俾大家知道咧，除咗係 Freemason 最高層次嘅人知道之外咧，其實就好多人都唔知道究竟佢代表啲咩嘅。佢完全唔知道佢代表嘅意思咧，係到咁嘅層次。而當你理解呢個層次嘅話，你就知道 Freemason 而家所做嘅嘢。而實際上，如果你能夠理解呢一個鳳凰呢個謎題嘅話咧，咁你就會明白點解 Freemason 咧會輕看基督教。因為就如佢哋所認為量啊，基督教都冇人解得通呢一個謎，係啊，即係以現時所謂基督教好多釋經家啊，剩啊，佢哋自己都解唔開啊。鳳凰喺聖經裏邊嘅意思啊，咁呢件係一件好可悲嘅事啦。因為事實上基督教真係冇人認識聖經係到咁認真嘅程度嗱。但係點解佢哋揾到呢一個秘密咧？嗱，其實呢個秘密嚟自聖經喎，咁先至恐怖喎。但係基督教擺咗出嚟嘅你都唔明嘅喎，即係就算而家喺美國銀紙上邊呢一個，如果唔講，好多人以為鷹添啦，更加唔知鳳凰，更加唔知道點解可以同呢個金字塔重疊，代表咩咧？基督教簡直係唔知呢樣嘢嘅，但係其實呢樣係嚟自基督教嘅喎。原因就係話基督教係好少人識得用天文、地理再加埋真知識咧去理解呢個秘密嘅。而事實上呢個亦解釋到點解 Freemason 咁重視尺寸啦、天上嘅星宿啊。同埋天象所代表嘅符號啊，甚至經緯度啊呢啲嘅計算，因為咧佢哋發現咧真知識就如我所講啦，好多人都知道真知識係隱藏咗咧係距離嘅地理上嘅距離嘅嚇，但係問題就係話佢哋真係喺裏邊揾到真知識嘅某一個層次，而當然啦，我哋知道就係拉線就最犀利嘅真知識啦，咁所以我哋今次會用呢個嘅拉線去理解呢樣嘢嘅。呢個鳳凰咧，可以話係 Freemason 將來其中一個殺手鐧嘅，因為就係佢哋擺咗出嚟呢個鳳凰咧，將來甚至佢會愛嚟說服基督教好多人咧去信敵基督嘅喎，信不信由你。但係如果我哋而家解咗先嘅話咧，咁佢呢個殺手鐧就變咗無效，因為我解釋出佢裏邊嘅錯誤喺邊度咧，就會讓大家去知道嘅。其實你會睇到我哋所講嘅呢兩個圖啦嚇，第一個就係你會睇到。金字塔呢一個好怪異嘅金字塔啦，係美國一個邪惡嘅標誌，就擺喺佢哋銀紙度啦。第二個就係呢個銀紙當中嘅另一邊，就係呢一個嘅鳳凰啦。而我哋上次就講到關於呢一個嘅，當我哋重疊嘅時候所出現嘅就係好多呢一啲嘅意思啦。一開始你會睇到呢一個 OCNI 啦，但係問題你會睇到呢個 OCNI 唔係就咁我哋不嬲所睇嘅 OCNI 啦。佢係喺個圓形裏邊嘅，所以裏邊已經包含咗19.47喺裏邊啦，係咪？咁跟住我哋會睇到就係佢係三角形擺喺個圓裏邊，就代表咗神成為人嘅一個代表啦，係咪？呢個就代表咗敵基督啦嚇。但係佢哋唔知道就係話，其實1947呢一個 number 咧，如果你喺聖經裏邊揾咧，唯一一個喺聖經裏邊揾到用1947呢個 number。嘅希臘文咧就係罪呢個字啦，咁啊，所以你要睇到佢咁中意呢個 number 都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好啦，咁而我哋跟住見到佢呢一個冇頂嘅金字塔啦，我哋跟住又見到下邊就係呢隻鳳凰啦，今次我哋會嘗試理解咧喺呢個圖當中幾樣嘅事物嘅來處嘅。第一就係佢嘅眼啦，佢嘅來處係邊度咧？佢嘅金字塔點解會用金字塔喺呢張銀紙度咧？另外點解去用鳳凰咧？而點解佢呢一啲會同2012有關咧？當然我哋用金字塔，你已經計到2012咧，但係鳳凰都係嘅。而事實上呢一個係代表咗 Freemason 佢哋最深層嘅一個嘅謎同埋一個秘密。如果我哋睇下呢一張嘅圖，你會見到喺 Freemason 33個 level 裏邊啊，每一個 level 咧，你會睇到佢哋都係同鳳凰有關嘅。而呢個係 Freemason 常常好中意做一樣嘢嘅，就係佢哋常常咧將佢哋認為最緊要嘅秘密，或者甚至佢哋將要做嘅嘢咧，擺喺當眼之處。點解咁做啊？因為個量你都唔會知，明唔明啊？911事件已經係啦，係咪？佢量你都唔會知呢樣嘢。佢將鳳凰呢個最大秘密擺出嚟咧，佢
個量你基督教都唔識得解到佢哋所知嘅嘢。而事實上33呢個字喺聖經裏邊呢個 number 亦係可以代表咗揭示咁解 ，reveal 咁解。而當然啦，喺佢哋所擺出嚟嘅好明顯重複又重複嘅就係呢一個 Freemason 嘅鳳凰啦。你會睇到喺呢個圖裏邊啦嚇，即係佢哋每一個徽章裏邊咧都係有鳳凰喺裏邊嘅喎。點解佢哋咁怪？喺佢哋每一個嘅層次啊，33個層次當中都同鳳凰有關咧，都同死而復活有關咧，從灰燼當中重生嘅鳳凰有關咧。我哋再睇下呢一個圖又係啦嚇。尤其是呢啲嘅圖，你會睇到上面仲有33呢個字嘅喎。呢個圖都係啦。其實咧，我哋嘗試去開始解呢個謎啦。而相信在座大家有足夠嘅智慧，能夠明白啦嚇。每個同3個人講話，我有絕對足夠嘅智慧去明白嘅。我有絕對足夠嘅智慧明白啦。OK。好。感謝主。好啦，其實鳳凰呢個字咧，根本喺佢哋原文嘅來處咧，就係紅色嘅雀仔咁解。其實就喺世上係冇呢種雀仔嘅。咁而呢個字咧，其實個串法就係 PHOENICA。其實佢最早出現嘅地方根本就唔係形容一隻雀仔添。所以你睇 Freemason 佢講嘅鳳凰咧，根本如果你就咁追尋咧，你唔會揾到任何線索嘅，因為佢根本呢個字咧原本就係嚟自一個嘅地方，而呢個地方又係同33有關嘅。呢個地方就而家你喺呢個圖裏邊見到啦，就係喺呢一個嘅腓尼基呢個地方。呢個腓尼基你會睇到佢下邊就係呢一個北緯33度，至到上邊我哋睇到33.59分59秒嘅度數嘅，即係換句話講，佢佔據咗北緯嘅33度全個度數嘅。呢個就係呢一個腓尼基啊，就係即係 Phoenix 啊，呢個字啊，其實係講緊一個地方啊。所以呢個你睇到 Freemason 佢唔驚你去知啊，因為原來呢個係非常之古老嘅文化當中先至知嘅呢笪地方。咁而呢一個係所有神秘主義當中咧都知道一個好神秘嘅地方咧，就係話原來有一笪地方咧係用呢個名咧去命名嘅。然後跟住我哋睇呢個圖咧，就係一個古老嘅圖啦。呢一度就講出佢呢一個地方其實除咗叫做鳳凰之外咧，亦係叫做 Cydonia 嘅。嗱，呢個 Cydonia 呢個名咧，或者我哋好陌生啦，但係其實佢就係後來咧被稱為咧迦南嘅地方啦。迦南大家都知啦嚇，呢個唔係代表7期6期嗰啲地方喎，呢度係講緊真係地球上真嗰個迦南喎。但係呢個地方卻有一個非常之神秘之處啦。我哋嘗試再睇下呢個圖，呢個圖你會睇到一樣啦嚇。喺33.3333度嘅時候咧，就係呢一個嘅 Cydonia。佢有個城市叫 Sidon， 跟住呢個就下邊就係 Tyre， 就係推羅啦。呢個城市咧，而好有趣嘅就係原來喺地球上面，如果你想用33度33分33秒，無論經緯度都要合乎呢個標誌嘅話咧，呢個嘅標準啊，即係話佢嘅經度係33.3333，緯度又要33.33咧。你去畫一條線嘅話，你發覺喺地球上面咧，其實只有一笪地方咧係喺陸地嘅，其他都係海嚟嘅。你知唔知啊？而呢個就係咁特別嘅一個地方，因為我哋曾經講過33.33係一個專用名詞，可以話係代表咗第一係代表2012嘅喎，係咪？第二係代表主耶穌嘅喎，係咪？咁所以你會睇到咧，呢笪地方 Cydonia 咧喺地球上面其實原來已經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嚟㗎。佢坐落嘅地方，其實如果你真係拉線咧，喺北緯同埋東經都係33.3333度嘅時候咧，佢哋交叉點就係呢一個叫做黑門山嘅地方啦。黑門山就係喺所有呢一啲嘅神話傳說當中咧，就講呢一啲墮落嘅神降臨嘅地方。喺而家好多所謂飛碟會咧，就話佢哋嘅 UFO 咧最早降臨就係呢笪地方啦。落咗嚟之後就教人類關於好多
呢一啲嘅科技啊，好多嘅古文明咧就由嗰度出嚟。但係其實唔單止係呢一啲嘅神話，其實連聖經都係記載呢笪地方嘅，因為呢笪地方咪就係叫迦南咯。呢笪地方就係墮落天使喺嗰度同人苟合而製造咗好多巨人嘅。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嘅時候，係每一個城市都要點樣啊？滅族嘅地方嚟嘅，而最後個巨人仲係大衛打死添嘅，係咪？你會睇到呢一個大衛打嘅哥利亞係咩嚟㗎？係巨人嚟㗎。其實呢一度根本迦南呢笪地方咧，其實就算連聖經都清楚記載咧，係真係墮落天使同人類苟合同埋混雜嘅一個地方嘅。而好多呢啲嘅神話傳說咧，都講一件咁嘅事實，就係話嗰度地區嘅呢啲嘅巨人咧，係同呢啲墮落咗嘅神咧去交合嘅。而呢啲嘅神咧係坐 UFO 嚟嘅喎。而塞東尼亞，你會睇到喺嗰度就會揾到世界上最巨型嘅呢一啲嘅神殿啦。而你會睇到呢啲嘅石頭咧係由700噸啊至到1400噸嘅。呢度上面係兩個人嚟嘅，佢嘅 size。而將佢畫翻出嚟嘅時候，你會睇到呢兩個人同呢啲嘅石頭嘅比例。咁你能夠想像，如果要將呢啲咁樣嘅石頭擠喺呢啲嘅位咧，都肯定唔係細 K 嘅 size 啦。呢一個就係一嚿嘅石頭，有兩人，一個人坐喺上面啦，一個人企喺旁邊啦。喺嗰度塞東尼亞就係好多呢巨大世界上最大嘅神殿嘅地方咧，就喺嗰度嘅。而呢一個33度北緯33度呢一笪地方咧，就係統稱咧鳳凰啦。而住喺呢度嘅人咧，佢通常都稱自己係屬於 dog people 喎，就係狗嘅子民喎，或者係狗嘅兒女喎嚇。你話哇好傻嘅人稱為自己係狗仔喎，係咪啊？其實原因就係佢哋相信佢哋其實係天狼星嘅子民嚟嘅。而但係 Freemason 咧，佢哋用咗呢笪地方成為佢哋呢一個嘅章啊嘅命名，同埋畫出嗰個公仔嘅原因咧，就係因為佢哋極之相信關於呢笪地方嘅神話嘅。而喺呢個神話當中咧，佢哋揾到一啲嘅秘密咧，係不為人知嘅。或者你會問 Freemason 係咪真係咁信呢一個北緯33.33度嘅呢一個關於鳳凰嘅神話啊？咁我哋嘗試去睇下而家你所睇嘅呢個圖。呢個圖就係其實 Freemason 信呢個神話到個階段咧，佢喺美國做咗兩個城市。第一個城市一樣係坐落喺北緯33.33度，呢個城市就係個個都知道嘅好出名嘅，就係亞利桑那州嘅鳳凰城啦。咁你淨係諗下，咁就知道絕對唔係偶然啦啩？但唔止嘅，因為佢哋信呢個神話嗰個階段咧，佢哋用翻佢嘅城市解咗呢個謎題。所以你見到呢個鳳凰之後，你其實睇翻美國佢嘅城市咧，咁你就知嘅，因為美國只有兩個大城市係坐落喺33.33度，即係唔係話有1800個城市坐落喺呢度，係只得兩個大城市坐落喺北緯33.33度。另一個就係喺喬治亞州嘅亞特蘭大啦，記唔記得喬治亞？喬治亞係咪聖路姆士佢哋嘅一個英雄啦 ，Freemason 嘅一個英雄啊嘛，裏邊嘅乜嘢啊？亞特蘭大啊，咁點解亞特蘭大啊同呢一個嘅鳳凰有啲咩關係？個關係認真大啦，因為原來你用亞特蘭大你就解得出明白呢度鳳凰所講嘅係乜嘢，天狼星係乜嘢，甚至佢哋所講嘅荷魯斯 Horus 呢個假神 Horus 喺邊度嚟？包括金字塔同埋鳳凰嘅真正秘密，點解咧？原來係咁嘅，所有故事咧係嚟自亞特蘭蒂斯嘅。其實佢哋係傳說當中一個烏托邦，係一個可以話係科技每一樣嘢都係非常之奇妙嘅地方。佢哋係天使同人去交合嘅地方，而但係問題，佢哋被毀滅之前嘅1000年咧，佢哋嘅祭司已經計出，佢哋係會喺某一日咧會完全被毀嘅，而被毀嘅原因就係地軸轉移，全個亞特蘭蒂斯會沉落海底，於是會用咗1000年嘅時間咧做不沉嘅船，
做咗斷千計嘅船。但係製造呢個過程當中咧，呢個國家分為兩黨，一黨咧就覺得黐線嘅，即係邊可能會世界會毀滅咧？冇可能嘅。另一黨咧就係皇帝嗰黨，佢哋相信係真係會毀滅，所以咧佢哋預備好晒，就毀滅之前咧，佢離開呢個亞特蘭蒂斯去埃及呢笪地方。而其中一黨佢哋嘅首領就係 Seth， 就係塞特。呢個塞特佢帶住叛軍咧，一路做搗亂啊，破壞晒呢船啊。按住呢個神話咧，我哋所知嘅呢個 Horus 荷魯斯咧，其實咧佢就係王子嚟嘅。當呢個塞特喺臨呢一個亞特蘭蒂斯毀滅之前，佢仍然係唔相信，而甚至用計去殺咗荷魯斯嘅爸爸。荷魯斯於是乎就喺亞特蘭蒂斯開始毀滅嘅時候咧，就去尋仇，而結果佢同呢一個嘅塞特去大戰啦，就係大戰嘅時候咧，大家都見到真係呢個預言係真實嘅，地軸開始轉移，亞特蘭蒂斯開始沉落去海底，而喺嗰次嘅戰爭當中咧，呢個 Horus 就冇咗一隻眼，佢一隻眼受咗重傷。而家大家知道點解 All-Seeing-Eye 係得一隻咧？因為呢個 Horus 係單眼佬嚟嘅。咁而故事唔係就咁嘅完咯。當佢受咗重傷之後咧，佢俾人救上一架船度，咁而喺呢個船上面佢就死咗啦。咁而當佢死咗之後咧，啲人就見證佢咧，即係喺神話當中講啦，就變成呢一個嘅天狼星啦。咁我哋可以喺呢個圖去睇到啦。呢個就係埃及佢哋嘅神話啦。咁因為亞特蘭蒂斯呢一班人咧，後尾逃亡咧，有一大部分人咧就逃亡咗去咧呢一個嘅埃及。而佢哋相信呢啲嘅金字塔就係建造出嚟去提醒俾下一代嘅人咧，就係話將會呢一種嘅毀滅咧係會再次出現嘅。而佢哋做呢啲嘅金字塔，其中一樣就係提醒人哋世界末日咧係幾時嘅。當然呢個就係 Freemason 所相信啦，咁所以佢嘗試用金字塔去真係計出咧世界末日係邊年邊月邊日嘅。咁當然我哋大家留意到就係金字塔裏邊，佢哋真係計到世界末日係幾時嘅。咁所以而家你明白點解當亞特蘭大，你理解咗亞特蘭大，你會理解咗點解銀紙上面有金字塔啦，點解得一隻眼啦，點解會同埃及有關啦？咁但係點解佢會同鳳凰有關咧？亞特蘭蒂斯點解又會同鳳凰有關咧？首先我哋而家睇下呢一個嘅圖先啦。呢個圖就係天狼星啦。原來呢個天狼星咧就係隱藏咗鳳凰嘅一個秘密，係歷代歷世以嚟人類都係用呢個方法成為一個記鈎咧，去紀念咧世界上將會有一個毀滅嘅日子嘅。而呢個日子咧，通常佢哋用一個好特別嘅記鈎去記低嘅。呢個圖我而家睇咧就係話天上邊嘅天狼星真真正正嘅樣，唔係好似正話一隻狗咁樣真係咁企喺度嘅。咁而事實上你會睇到喺呢個天上呢一個就係銀河系啦，就係 Milky Way 啦，就係英文 Milky Way 啦。咁下邊咧就係呢個天狼星，上邊就係雙子星啦。呢一個雙子星啊，同天狼星原來可以拉一條直線嘅喎。咁下個禮拜我哋詳細會解釋點解啦。但係而家我哋為咗要理解關於呢一個嘅鳳凰咧，我哋首先從呢一個概念去理解先咧。呢一個族咧就係其實每一個嘅民族咧，當佢想紀念咧世界末日嘅時候，常常都會將佢變成記鈎嘅。大家可能都聽過一啲嘅神話當中講到咧，有兩個嘅兒子啊，雙子咧，佢咧長大咧係靠飲狼嘅奶咧去長大嘅。其實呢一個羅馬又係咁樣講，希臘又係咁講。點解佢哋喺神話當中會咁講咧？因為佢哋想用記鈎記住喺天上一個天體，呢個天體咧係俾我哋知道世界末日嘅時間嘅。嗱，呢個圖我哋睇見啦，就係呢一個兩個雙子去飲呢個狼奶啦。咁你話呢度代表乜嘢記鈎咧？我哋再睇翻呢個圖啦。呢個係 Milky Way 係奶，下邊係隻狼，上邊係雙子。所以你睇到雙子去飲狼嘅奶，其實係講緊只有一個位嘅。呢啲嘅神話其實係將地理同埋天上嘅星咧黐埋變成一個嘅神話嘅。而事實上美國銀紙就係嘗試做呢樣嘢啦。佢哋想將呢一個嘅 Horus 嘅神話咧，荷魯斯啦嘅神話咧變成一個記鈎。所以你理解咗第一個嘅
謎題就係點解2012會同金字塔有關啊？原因就係佢藉著天狼星金字塔 Horus 係代表咗2012呢一個嘅提示，但係原來鳳凰係另一個提示，而呢個提示係完全同天體嘅另一個層次咧去理解出嚟嘅。而佢哋相信就好似鳳凰咁樣，每一次呢個世界文明毀滅，會有另一個文明會由灰燼當中復活出嚟，就好似鳳凰一樣。所以佢哋將鳳凰擺喺佢哋嘅銀紙當中咧，就係代表咗呢兩樣結合係講緊同一件事嘅。好啦，鳳凰係乜嘢咧？就如我就提到啦，鳳凰其實就係呢個 Cydonia 呢笪地方。原來呢個地方係有個嘅奧秘咧，當佢聯繫咗天上嘅星體嘅話咧，咁其實係講出主耶穌下一次嚟嘅年份嘅。鳳凰係講出唔單止世界末日，係講出佢哋所相信啊，救主會同樣喺世界末日會嚟到嘅一個記載，而使到咧成個文明會毀滅，新嘅文明會從灰燼當中咧去誕生出嚟嘅。原來鳳凰係乜嘢啊？原來鳳凰係指向喺天體上面每6400年先出現一次嘅天體現象，而每一次呢個天體現象出現咧，文明都會毀滅一次嘅。而呢個咧一直咧都記載喺瑪雅嘅年曆裏邊。瑪雅年曆佢記載就係話，人類文明每6000幾年咧就會毀滅一次嘅。咁事實上呢個係合乎聖經喎，因為我哋知道人類而家文明係根本唔超過6000幾年嘅，唔係好似呢啲嘅進化論講話有幾百萬年，因為冇嘅，喺再之前嘅文明係突然間被毀滅嘅，呢個係我哋知道嘅。我哋睇呢個圖，呢個圖你要睇到上面畫咗一個鳳凰啊，點解會用鳳凰呢？因為原來鳳凰係指明一個特別天體會見到嘅現象嘅。首先呢，原來喺某時某刻咧，呢個鳳凰咧，佢就好似從呢個灰燼當中咧復活出嚟嘅。但係呢個灰燼就係我哋所講嘅銀河系啦。首先我哋而家睇下，如果你為咗要了解呢個概念咧，呢個咁特別嘅天體現象，我哋最重要嘅理解就係我哋而家存在嘅銀河系啦。其實我哋地球咧，太陽系係存在喺銀河系中間嘅，而銀河系就係一個好似一個大嘅漩渦咁樣嘅，我哋係距離銀河系中心2/3嘅距離嘅。而佢有個特色，佢除咗係一個漩渦咁樣係中間點啦嚇，咁佢有好多嘅秘密係近年先發現嘅，譬如好似因為人類開始對瑪雅年曆有研究，開始研究瑪雅年曆所講嘅呢個6000幾年嘅循環。而呢個6000幾年循環當中，亦提到關於銀河系中間其實係黑洞咧。咁喺近呢幾年先至發現真係銀河系中間係黑洞嘅。咁所以變咗按照瑪雅年曆，真係關於6000幾年文明會毀滅一次嘅話咧，似乎就真係好準確噶啦。但係問題呢個銀河系有一個特色嘅，就係佢個特色就係似一條蛇咧，係食緊自己條尾咁樣嘅喎。所以你會睇睇唔同嘅文化咧，都會看咧佢係一個蛇頭咬住自己條尾嘅。咁呢度係眼睛咁樣啦嚇，咁呢個係蛇頭啦，呢個係嘴啦，咬住自己條尾啦。咁有啲係畫係一個嘅鯉魚咬住自己條尾啦，有啲係畫一條龍咬住自己條尾啦。而事實上咧，喺聖經咧係有記載呢個銀河系嘅。聖經記載係用鱷魚去記載嘅。當你見到約伯記第41章第1節嘅時候咧，其實原來咧呢度係講緊銀河系嘅。當你睇呢段經文嘅時候，你就會明白點解Freemason又好或者係以色列人又好咧，其實係唔服基督教嘅解經嘅。因為咧喺我以前講進化論嘅時候咧，我都以為呢一度係講恐龍嘅，因為基督教基本上用佢自己所理解嘅層次咧，去嘗試理解呢啲嘅字。但係喺約伯記第41章第1節咧，你能用魚鈎釣上鱷魚麼？呢個鱷魚呢個字咧，原文咧係其實只有一個解釋嘅。其實呢個字咧就係銀河系。其實神係用佢好偉大嘅對比就話：你有冇人可以用魚鈎去釣起成個銀河系啊？咁啊，梗係冇可能，嗰個唔係比例嚟噶嘛，已經係咪？原來神係講緊呢樣嘢嘅。呢個就點解 Freemason 又好或者係
以色列人好，佢根本唔信基督教嘅釋經嘅，因為有時佢哋嘅釋經咧差太遠啦。原來銀河喺聖經裏邊咧係已經有記載嘅，而記載關於咧佢同世界末日嘅關係。而實際上呢個銀河系亦喺Freemason 嚟講咧，佢亦係用33代表佢嘅，因為佢係代表咗一個圓環咁啦嚇，一條蛇食翻自己條尾喎。你話係咪一個圓環咧？係咪？而最有趣嘅就係，原來銀河系一直咧係斜斜地同地球咧成為一個斜線嘅，但係原來每6000幾年咧，銀河系就好似一個同地球成為一個水平線咁樣嘅角度咧，平面嘅喺呢一個嘅水平線出現嘅，唔係傾斜嘅。但係如果當佢能夠同地平線係平面嘅話咧，我哋所稱為嘅天蠍座咧，就會喺6000幾年先出現一次咧，就佢變成唔似一隻天蠍，佢似一隻鳳凰啊！就係佢個尾咧，佢就變成呢個鳳凰嘅頭啦，佢支針就變成鳳凰後邊嗰條羽毛啦。咁所以原來佢哋所講嘅鳳凰咧，係6000幾年先出現一次，但係咧喺下一次出現嘅時候咧，就係2012年嘅12月21號啦。所以原來鳳凰係講緊一個指定嘅時間，但係喺咁嘅情況底下，呢一個嘅鳳凰咧喺呢個地平線出現嘅時候咧，佢就好似咧喺呢個銀河系嘅灰燼當中咧升上嚟啦，就好似而家我哋所見到呢個圖一樣。銀河系呢個蛇頭就好似灰燼一樣，而呢一個嘅天蠍座嘅尾就好似呢一個嘅鳳凰嘅頭，佢兩邊就好似兩隻翅膀。咁而家我哋睇到呢個圖啦，呢個圖你會睇到咧就係喺呢個銀河系啦嚇，佢個蛇頭啦，咬住個蛇尾啦，佢係穿過咗我哋所講嘅黃道十二宮嘅，呢個圓圈就係黃道十二宮啦，上邊就係呢一個天蠍座啦，下邊就係呢個嘅射手座啦。原來佢哋對住佢嘅喎，嗱，你會睇到呢一個唔係我哋常常去理解嘅知識啊，咁所以你會睇到咧，一般人根本就冇可能去知道，所以佢擺到明啦，佢拎呢一個嘅會變成鳳凰嘅天蠍座擺喺度咧，你都唔知佢講緊乜嘢。其實佢講緊世界末日嘅時間。點解咧？因為原來咧呢度有3個特徵嘅，原來好多嘅文化都會記載呢3個特徵其中一個。第一個特徵就如我所講，天蠍座會變成鳳凰，就喺2012年嘅12月21號啊嘛。但係同樣喺嗰日咧，呢條蛇或者呢條魚或者呢條龍，佢就會同地球成為一個嘅水平線，佢就好似一個嘅蛇捲住地球一樣。第三，原來到時呢一個射手座咧，係佢支箭係指正呢個蛇頭嘅。呢3個特徵都係喺2012年嘅12月21號咧，先至會出現，而係會6000幾年咧先出現一次嘅。呢個係另一個圖，你會睇到就更加將佢清楚嘅對比啦。而家呢一個你會睇到啦，就係呢個嘅射手座對住呢個蛇頭嘅一個嘅圖像。原來去到2012年嘅12月21號咧，呢3個都會同時出現嘅。唔同嘅文化咧，就嘗試去記載呢個日子啦。而佢哋通常咧係代表咗世界末日嘅日。呢一個你會睇到係呢一個射手座指住乜嘢？個蛇頭。你睇下呢一個年曆裏邊，呢支箭係指住個魚頭。你要睇到呢個係一條魚嚟㗎，但係問題一樣，呢條魚係咬翻自己條尾嘅喎。代表咗乜嘢咧？就係原來呢啲嘅年曆，點解成日啲人話埃及嘅年曆啊、瑪雅嘅年曆啊、呢一個嘅阿茲特克人啊，又或者唔同嘅地方嘅年曆啊，都講緊2012年會係世界末日啦。用咩方法記載咧？其實就係用呢個方法去記載嘅。呢一個係猶太人嘅一個新年卡，佢哋一直相信就話，當呢一個嘅銀河系好似一條蛇咁樣捲住地球嘅話咧，嗰刻咧就係世界末日啦。
你見唔見到就係話，其實原來喺全世界今日用唔同嘅方法去記載同一日嘅，嗰個好明顯唔係一個偶然，亦好明顯係佢哋對天體有啲嘢認識咧，係 Freemason 咧同樣去見到嘅。我哋睇下呢一度唔同嘅文化，佢哋一樣係用唔同嘅方法去記載呢一個嘅銀河系嘅。中國人都唔執輸，你要睇到呢一啲嘅文化，佢哋所代表嘅，俾我哋知道佢哋對銀河系嘅一個認識咧，係我哋現代已經失傳咗，或者係有意喺教育上面讓我哋唔知嘅。因為而家全世界我哋所講嘅教育系統一直係喺共濟會嘅控制底下。我哋根本點解係被刻意要我哋去相信進化論，刻意去相信我哋有冰河時期啊，有呢一啲係原因就係我哋唔會去研究啊，究竟呢6000年嘅文化當中有啲乜嘢去講俾我哋知。所以呢個就係我哋睇到就係瑪雅年曆佢所記載嘅以前好多個世代佢哋毀滅嘅時間，而事實上中間每一個都係隔6000幾年嘅。而你會睇到佢一樣係將呢一個嘅銀河系去畫成一條嘅蛇，咬住自己嘅尾嘅。而鳳凰上面有33嘅原因就係咁解啦。33記唔記得係圓環咁解啊嘛？呢一個就係呢度所表達嘅。所以就如我所講啦，就算 Freemason 去將佢擺喺明處啊，佢都亮你唔會明佢講乜嘢。咁所以你要睇到呢一度咧，係瑪雅年曆佢哋去計翻每6000幾年咧，人類就文明會滅亡一次噶啦。上次咧就係主前嘅4468年，今次咧係2012年。所以你要睇到呢個就係 Freemason 佢哋嘅標誌啦。你會睇到上面係鳳凰，下邊係呢個圓環，就係當呢個鳳凰喺呢個圓環上升嘅時候，記住佢能夠上升而變成鳳凰係只有一個時間嘅啫，其他都係蠍子嚟嘅，只有一個時間。咁所以呢幅圖已經話俾你聽，2012年亦係啊，佢亮你都唔知，佢畫出嚟你都唔會知，因為你對天體，我哋對天體嘅認識咧太過膚淺啊。而家你就會明呢個圖代表乜嘢啦。呢一個你會睇點解兩個頭啊？因為一個就死咗，一個就重生啊嘛。上面三角形係寫住33喺裏面嘅，所以你會睇到呢個圖啦。33圓環鳳凰就係話係代表咗呢一個嘅，而呢個33留意唔係偶然嘅，因為如我所講33同主耶穌基督一生有關嘅，係咪好有關係嘅？主耶穌基督係33歲釘十字架，佢一生係喺4福音當中記載，佢講過33個比喻，行過33個嘅神蹟，佢侍奉嘅呢一個嘅我哋稱為加利利，就喺呢個嘅北緯33度，佢釘十字架呢個各各他，我哋睇到個距離係.33英里，各各他嘅字根係嚟自33。當你咁樣睇嘅時候，我哋或者會問一句嘅說話，咁主耶穌基督侍奉嘅地方近唔近呢隻鳳凰塞東尼亞咧？其實我成日用塞東尼亞嘅原因就係因為我講中文，你知道係乜嘢？塞東尼亞嘅中文就係西頓。西頓人佢哋信自己係狗嘅兒女啊嘛。你知唔知道主耶穌基督去過西頓嘅時候，喺嗰度行過一個神蹟？嗰個神蹟係乜嘢？馬太福音第15章第21節，主耶穌基督去過最遠啊侍奉嘅地方，其實就係西頓，就係塞東尼亞，就係我哋所講嘅33度33分33秒。而佢去到西頓嘅時候，行過一個好有趣嘅神蹟。馬太福音第15章第21節，耶穌離開那裏，去到推羅西頓嘅境內去，有一個迦南嘅婦人，見唔見啊？西頓迦南，從那地方出來喊着說：主啊，大衛嘅子孫可憐我，我女兒被鬼附得甚苦。耶穌卻一言不答，門徒進前來求他說：
這婦人在我們後頭喊叫，請打發他走吧。耶穌說：我奉差遣不過是到以色列家迷失嘅羊那裏去。那婦人來拜他說：主啊，幫助我。他回答說：不好拿兒女嘅餅丟給狗吃。點解主耶穌講狗啊？因為佢知道呢一個事實。西頓嘅人，佢哋相信自己係天狼星嘅後裔，佢稱為自己係狗嘅兒女。所以或者我哋第一次睇呢段經文嘅時候，我哋會諗下主耶穌幾冇禮貌，話係狗嘅兒女。原因就係、其實呢一度係 Freemason 都知道嘅一個秘密，但係一般基督徒咧根本就唔知，因為佢哋對地理唔認識，佢哋對好多呢一啲嘅資料認識係冇 Freemason 咧去到咁嘅程度。因為 Freemason 曾經有88年嘅時間，佢哋喺耶路撒冷去研究所有嗰度關於嘅地理，而俾佢哋揾出主會第二次降臨嘅一個秘密，係同西頓有關。27節，婦人說：主也不錯，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來嘅碎渣兒。耶穌說：婦人，你嘅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給你成全了吧。從那時候，他女兒就好了。所以你咁明白啦，點解主耶穌基督去到西頓啊，就係塞東尼亞嘅地方咧，佢會講狗啦。而家你嘗試去睇下呢一個圖啦，主耶穌基督侍奉嘅地方其實就係畫出一個圖，就係2012嘅圖啦。呢個圖就係加利利，下邊係個圓環，上邊就係西頓，就係鳳凰，下邊就係33。呢個就係 Freemason 所知嘅一樣秘密。原來主耶穌基督侍奉嘅一生，如果我哋能夠對天文地理認識嘅話，根本就知道主耶穌基督已經話俾我哋聽，佢第二次翻嚟嘅時間喺邊度。你話我哋點知道佢第二次翻嚟嘅時間喺邊度啊？因為就喺呢個蛇頭嘅地方，就係西頓。西頓喺北緯33.33度零33秒啊嘛，記唔記得我講33.33喺經緯度係幾多海里啊？幾多海里話？2012海里啊嘛。天上所出現嘅呢個現象，只能夠喺2012出現。而並且喺經緯度，西頓根本就係代表咗2012嘅。呢個就係主耶穌基督侍奉嘅地方。所以當你睇落嘅時候，我相信你會好心寒。原來 Freemason 喺幾百年前已經知道呢個秘密啦，而為咗咁而去製造美國啊。而但係問題，你記住，呢個唔係 Freemason 製造出嚟，佢只係揾到出嚟嘅啫。佢揾到真知識嘅碎件啊！因為呢個係神一早好明顯係神計劃咗嘅，佢計劃咗主耶穌基督係喺加利利侍奉，佢計劃咗佢會去到西頓，佢會講埋呢段嘅經文。你估邊個做出嚟㗎？係神啊！而神一早係計劃咗，然後擺喺度，讓我哋能夠去見到同埋知道嘅。所以你會睇到喺呢度有幾點我哋要留意啦。原來神 set 咗，原來要俾人類知道幾樣秘密。第一，原來主耶穌基督第二次再翻嚟嘅時間咧，其實係非常之清楚講出嚟。喺主耶穌嘅侍奉嘅範圍已經講出，因為天上嘅星體如我所講，由天蠍變成鳳凰只有一個時間，係2012年12月21號。而第二，西頓就喺北緯33度33分33秒，就係等於2012海里。而家你明白點解喺鳳凰上面呢一班嘅人去擺33喺度啦？而明白點解佢哋慎重其事到個階段，喺佢哋自己美國嘅北緯33度33分嗰度去起咗鳳凰城同埋亞特蘭大啦。亞特蘭大代表金字塔 Horus， 鳳凰城就代表咗主耶穌基督侍奉嘅時間地點，所講出佢第一次嚟同埋第二次嚟。你話咦，第一次嚟？第一次嚟原來有講咩？原來喺呢個圓形下邊就係一個我哋可以話代表性嘅城市咧。因為呢個圓形上面就係西頓啦，係咪代表性城市啦？下邊係代表性城市就係耶路撒冷啊嘛。主耶穌基督就喺耶路撒冷外邊嘅各個他山被釘十字架啊嘛。你會睇到，如果我喺嗰度畫一個十字架，
穿上呢條蛇嗰度，你就明白主耶穌所講係乜嘢。主耶穌喺約翰福音第3章第13節講一段嘅說話，佢話：除了從天降下仍舊在天嘅人子，沒有人升過天。摩西在曠野怎樣舉蛇，人子也必照樣被舉起來，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你會睇到主耶穌基督就係呢條被舉嘅銅蛇啊嘛，有一條蛇要掛喺一支棍上面，嗰支棍一定要做到好似十字架咁，但係呢條蛇一定要做到好似條圈咁。所以你會睇到呢個圖裏邊咧，原來喺主耶穌侍奉一生咧，用天文地理去睇咧，就已經講到主耶穌第一次嚟，佢以銅蛇嘅身份掛喺呢個木頭上面，同埋第二次嚟啊，鳳凰嘅呢一個天體嘅時候，主耶穌會再嚟，而並且咧再一次去審判呢個世界。所以你明白喺馬太福音第28章第7節，主耶穌呢個復活就叫呢門徒去邊度？咁當我一問，咁大家都估到主耶穌係叫門徒去邊啦？就係叫佢哋去加利利。馬太福音第28章第7節，快告訴他的門徒說，他從死裏復活了，並且在你們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裏你們要見他。原來主耶穌嘅咧復活咧就叫啲門徒去加利利。而仲有一樣特別，其實主耶穌升天，而天使話佢再嚟都會照樣係咁樣嚟嘅，係咪？係記載喺《使徒行傳》第1章第11節，但係裏邊提嘅地點係乜嘢？裏邊提嘅唯一一個地點，《使徒行傳》第1章第11節，我哋由第10節讀起。當他往上去，他們定睛望天嘅時候，忽然有2個人身穿白衣站在旁邊，說：加利利人啊，你們為什麼站着望天呢？這離開你們被接升天嘅耶穌，你們見他怎樣往天去，他還要怎樣來。點解會提加利利嘅呢？因為加利利係 mark 咗主耶穌第一次嚟同埋第二次嚟嘅一個最主要嘅一個象徵。好啦，問題就係我哋可唔可以讓加利利去代表咗銀河系呢？代表咗呢個圓環呢？聖經有冇咁？佢接唔接受呢個睇法先？因為如果可以接受嘅話，呢個加利利呢個圓環就代表咗銀河系嘅話，咁上面真係可以當鳳凰噶咯，係咪？咁喺呢一個嘅圓環最上面，我哋知道最具代表性嘅就係呢一個嘅西頓啦。應該我哋會睇下呢一個西頓，佢裏邊一個好特別嘅特性。但係下邊嚟講，就我都講啦，最具代表性嘅就係主耶穌釘十字架嘅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哋而家睇下希伯來文佢嘅 number 係幾多？係1146。呢個都係一個圓環嘅 number 嚟嘅，因為佢等於365成派。但係喺約伯記第41章第1節講嘅鱷魚，佢一樣係希伯來文嘅 number 係1146，係等於365成派。我都講過呢個鱷魚就係銀河系呢個字嚟噶嘛。咁所以你會睇到我哋係可以咁樣睇，因為呢個數字好清楚，神作出一個咁嘅印證。而唔單止嘅，其實我哋知道呢耶路撒冷根本有好多呢個33嘅 number，因為我哋知道圓環就代表33啦。耶路撒冷其實距離海咧，其實係33.33英里嘅，而並且佢同緯度之間嘅角度咧，夾角咧就係19.47嘅。咁我哋知道19.47就代表咗時間嘅1/3啦，嚇，亦係將一個圓形同一個三角形結合嘅 number 啦，所以你睇到耶路撒冷係真係都本身自己就係將呢一個嘅對比嘅。其實喺創世記第1章第14節已經講到就係關於神創造天上嘅星宿咧，其實係一個 sign 去讓我哋知道嗰個時代當中咧會發生嘅嘢嘅。而呢個亦係會喺呢幾個禮拜當中咧會同大家向住呢個方向發展嘅，因為我哋除咗從喺地面上拉線係最簡單嘅真知識啦，但係其實神係將個非常之複雜嘅結構擺咗喺天上嘅星宿。我亦會遲啲要同大家去解釋點解嗰個係要咁複雜嘅，因為佢竟然可以將人類歷史當中每一件事咧都可以從星宿當中咧去理解歷史嘅變化。創世記第1章第14節講啊，神說天上要有光體，可以分晝夜作記號，定節令、日子、年歲。呢度其實係講到
神所定嘅天上嘅星宿咧，係 for sign of the time 嘅，係 for 時間嘅指標嘅，係 sign。我哋知道就好似喺街邊，我哋會見到一啲嘅招牌，我哋會見到一啲嘅路標，佢會話俾我哋聽你喺邊度，或者你仲有幾遠去到邊度，又或者你見到一啲嘅招牌去介紹某一啲嘅嘢。原來神擺喺天上嘅星宿咧，係按住佢哋指定嘅特質咧，去可以俾我哋理解好多嘢嘅。咁所以點解今次我哋會從呢一個觀點同呢個角度咧，去理解關於主翻嚟嘅時間、主翻嚟嘅日子。所以而家我哋再睇翻呢個圖咧，一元美金原來講好多嘢咧，佢量你啊，佢擺出嚟你都唔會知嘅。因為就算我今日解啊，可能在座都唔係太多人明添。但係呢一個就係如我所講啦，就係佢哋喺幾百年前已經發現呢樣嘢，所以佢就甚至為呢一樣嘅秘密咧，去做出咁多呢啲嘅事。就係原來佢係從世界上唔同地方揾咗好多真知識嘅碎件咧，讓佢能夠知道將來會發生嘅事嘅。冇錯，你喺呢個圖裏面，你會見到呢一個嘅鳳凰同埋呢一個嘅金字塔重疊，都係其實代表咗同一年、同一月同埋同一日發生嘅一件事。而當然佢哋相信就係話呢個美國會毀滅，舊有嘅系統會毀滅， New World Order 會出現啦。好啦，去到呢度嘅時候，我相信大家都想知道一樣嘢，究竟神對呢件事嘅睇法係乜嘢咧？係咪真知識係乜嘢咧？喺呢笪地方，如果西頓嘅存在，佢最大件事係乜嘢咧？同以色列嘅關係係啲乜嘢咧？神對西頓嘅計劃係啲乜嘢？會唔會我哋同拉線一樣知道咧？呢個就係今日我哋拉嘅唯一一條線。喺呢個 video， 我哋由聖殿山嘅根基石咧拉呢一條線咧，去到呢一個西頓咧嘅距離係216000碼，2160，記唔記得係乜嘢？2160係代表咗神嘅同在藉着人嘅彰顯啊嘛，因為2160就係代表咗2016+144啊嘛。西頓喺歷史上最大嘅計劃意義冇錯，係愛嚟預表主翻嚟嘅年份嘅。我哋係拉線見到，所以就如我所講，喺今日我哋拉咗一條線，就知道主耶穌基督係幾時翻嚟。好啦，你會睇到喺真知識出現之前啊，幾百年前咧，Freemason 竟然啊係從佢哋對於呢一個聖殿啊、耶路撒冷啊、加利利啊、西頓啊嘅認識咧，佢哋知道呢個秘密。你從佢銀紙裏邊見到啦，係咪？你睇到而家如我所講啦，佢用咁簡單嘅擺出嚟，呢個係最大嘅秘密。每一層嘅 Freemason， 每一個 level 都有鳳凰嘅理由，就係咁解。鳳凰上面係點解擺33？就係咁解，因為33就係代表圓環咁解啦。嗱，而家我哋睇到佢嘅計算係將聖經、地理加埋天文去揾出嚟。但係我哋加埋真知識啦，去理解，真係佢可以係咁解嘅，即係佢係可以用呢度解主耶穌幾時翻。咁但係佢錯在邊度咧？佢錯在就係話原來喺佢哋利欲分心嘅情況底下咧，將呢一個事件咧錯解喺另一樣嘢。因為點解咧？因為原來佢看咧就係話原來呢一個鳳凰咧出現嘅時候咧，就係舊有嘅世界正體民族同埋自主權會被敗壞，而由佢哋嘅 New World Order 去取替。佢哋相信咧，呢一個喺2012嘅時候咧，西頓係代表咗咧 UFO 會由天而降去統治世界，到時世界會被毀滅。喺呢個灰燼當中咧，新嘅正體會冒出嚟。喺裏邊究竟佢有啲咩錯誤咧？既然佢計到呢一度都計到啦，咁點解呢個唔啱？鳳凰又真係代表咗由灰燼當中復活嘅喎。咁你明唔明啊？在佢哋嚟講，佢覺得一定啱晒嘅，因為我哋計到人類歷史當中從來未計到嘅嘢啊嘛。佢知道呢個係絕對冇錯，喺地圖上一睇，你已經知道係好驚人嘅嚇。佢哋立定決心到一個階段，去製造美國出嚟成為一個實驗品。佢哋做鳳凰城，佢做亞特蘭大呢
呢啲嘅城市，喺 Georgia 呢個喬治亞去做呢一個嘅亞特蘭大呢個城市，佢哋喺佢哋銀紙咁做，喺佢哋嘅白宮佢哋去畫呢個金字塔嘅路標，你會睇到佢哋咁肯定，而到個階段甚至去殺人，甚至用好多呢啲嘅恐怖手段。咁佢哋究竟錯喺邊咧？佢錯喺就係話，因為佢哋係一班弄權嘅人，所以咧佢哋用自己嘅方法咧去解釋佢哋所揾到嘅。佢哋揾到嘅年份唔係錯，不過佢揾到嗰個年份會發生嘅嘢咧係錯。嗱，冇錯，用天文地理去計到一啲常人冇辦法計到嘅嘢，但係可惜就係話佢裏邊最主要嘅一笪地方錯咗。或者你會問佢錯喺邊？邊個想知嘅舉手 ？OK， 主耶穌基督33個嘅比喻當中，大部分講係咩比喻？天國比喻。主耶穌嚟到呢個世上，唔係好似當時以色列人以為主耶穌係建立一個屬地嘅國度，去建立一個咩國啊？天國。而原來主耶穌基督佢會再嚟，冇錯，新嘅會取代舊嘅，舊嘅會毀滅，鳳凰嘅重生會出現。但係無論啟示錄又好，主耶穌基督自己講嘅預言又好，主耶穌基督嚟嘅時候，冇錯係取代舊嘅，不過係屬靈上取代。屬靈上取代啲咩啊？就係天上嘅1/3嘅天使墮落咗。本來佢哋係負責敬拜讚美嘅，但係主耶穌嚟嘅時候咧，咁多千年冇做嘅嘢，將會一次過做。咁多千年佢冇做乜嘢？我相信好多人喺信主前都問神點解唔殺咗撒旦嘅？點解神唔將撒旦化為灰燼嘅？點解神唔將撒旦去毀滅嘅？我想你知道，原來2012年、2016年，如果係主翻嚟嘅時候，佢會毀滅嘅唔係舊有嘅世界系統，佢毀滅嘅係天上撒旦掌管嘅系統，化為灰燼啊！而取而代之嘅係辛苦，因為撒旦不嬲喺天上係負責做咩啊？敬拜讚美，但係而家喺地上呢2000年學緊敬拜讚美嘅係邊個啊？教會咯。其實根本聖經又好，主耶穌基督所講好，舊有會毀滅嗰個，唔係講緊地上嘅政體，而新嚟冒出嗰個亦唔係 New World Order。喺啟示所講嘅就係撒旦會被摔落地上面，佢會氣沖沖嚟到呢個地上，但係新婦會預備整齊，佢會從呢個灰燼當中會被提。原來根本非美神解嘅年份就啱啦，不過會發生嘅嘢咧就錯到離譜。佢哋甚至會搞到自己咧會崇拜敵基督，同埋呢個舊嘅系統一齊去作垂死掙扎，而到最尾咧一齊毀滅。你話點解會錯成咁啊？因為好簡單，因為佢哋係一班人啊，係用權力去解經，佢唔係用生命去解經，佢亦唔係用真理去解經，所以佢哋由頭到尾都中意錢，中意權力，所以佢哋所期待嘅就係話最好舊有系統被毀滅啦。而我哋可以成為世界新嘅政體，甚至要用666啊呢一啲系統嗰啲制啦。去到呢度，我相信大家都會明白啦。如果到時喺嚟緊嘅日子當中，呢個世界會喺大動亂啊、UFO 又出現啊、敵機都又出現嘅時候咧，呢一班嘅 Freemason 佢就會用佢哋嘅銀紙，用佢幾百年嘅歷史同埋佢對聖經嘅理解，佢說服好多基督徒去接受呢個敵基督。因為佢真係計到啊嘛，佢計到個年份，佢計到晒發生嘅嘢。佢亦計到就話，如2012年嚟應該係主耶穌基督去毀滅呢一啲嘅舊有嘅系統，讓佢哋 New World Order 會出嚟，明唔明啊？你要睇到有幾多基督徒會雙手迎接呢個敵基督，因為佢哋都係一樣唔睇聖經嘅，佢哋一樣都係自己對聖經一知半解嘅，而事實上 Freemason 對聖經嘅認識遠遠超過今時今日90%嘅教會添。你諗下一件幾可悲嘅事，所以點解我哋一定要知道到時會有咩混亂，同埋究竟佢哋錯喺邊度？佢啱又啱喺邊度？因為撒旦不嬲要用嘅武器就係一半啱一半錯啊嘛，佢將真理佢扭曲啊嘛。所以弟兄姊妹喺最後，我想俾大家係知道一樣嘢，就係現時喺我哋嘅手上咧，係有足夠嘅真理嘅武器咧，喺嚟緊嘅日子當中，喺大混亂當中都會帶好多人信主。而實際上我估計喺12個月之內會有新嘅工具，會讓我哋能夠將呢一套嘅信息咧，會成為帶好多人信主嘅一個工具。因為我所講俾你聽，而家我所分享嘅呢啲嘅信息咧，
甚至係而家世上最高嘅呢啲嘅總統、呢啲嘅政要去信緊同埋沉迷緊嘅一套嘅理論嚟㗎。嗰啲殺人，佢哋搞呢啲嘅世遺，佢哋用呢啲嘅食物法典，呢一啲嘅食物藥物管理局，為咗乜嘢啊？佢點解要大量屠殺人口啊？佢點解要用呢一啲嘅流感去害咁多人啊？因為佢信緊嘅就係我哋今個禮拜而家講緊嘅嘢，但係佢哋係信得好入迷，原因就係幾百年已經知道一啲我哋啱啱今個禮拜先知嘅。所以喺嚟緊，我相信就係話會有新嘅工具，讓我哋而家呢一種嘅重型武器咧，可以帶好多人去信主。但係喺而家，我再一次提醒弟兄姊妹咧，喺呢段時間咧，好好學好你嘅中文，識得用中文嘅去留意。而我所講就係話喺我哋被提之前嘅30日，我哋帶信主嘅人數將會係我哋一生帶最多嘅人信主嘅數目。好啦，信息講到呢一度咧，有一點我想值得同大家去分享嘅，就係我哋應該點樣去睇被提呢一種嘅預備，呢一種嘅行動，我哋應該點睇咧？其實喺我細個嘅時候咧，我因為好懶讀書噶嘛，咁我最常發嘅其中一個噩夢咧，就係咩咧？就係我夢見自己啱啱去到市場考試，但係嗰一剎那我發現就係原來我未讀書，我未預備好即係我差唔多入去係被屠殺、被宰殺咁，我直情係未預備好考試，未預備好去面對呢一個嘅試題。而呢一個成為我噩夢嘅原因就係因為即係我係一個懶嘅學生啦嚇，咁而事實上我不嬲人生對讀書我都唔預備嘅。但我相信呢個會成為好多人嘅噩夢。有乜可怕得過就係話，當我哋喺神嘅面前去受審，而我哋突然間發現我哋係未預備好嘅。我相信無論係外邦人又好，或者係基督徒又好，呢個係佢人生當中一個最大嘅噩夢，就係佢站喺神嘅審判台前，佢係好似一個未預備考試嘅人一樣，佢係未預備好。但係調翻轉，點為之一個預備好嘅學生？就係佢為佢嘅試題，無論讀幾多次都好，佢哋係100%幾時考試，佢都幾時預備好嘅。呢啲人注定每一次考試佢哋都係佢哋嘅美夢。但係我喺今次結束嘅時候，我好希望就係我哋教會嘅弟兄姊妹，喺我哋預備好隨時當人問我哋盼望嘅緣由嘅時候，我哋都預備好嘅。當我哋喺信仰同埋當我哋預備迎見神呢一點度，我哋好似當考試咁，做足晒預備。跟我講，做足晒預備。做足晒預備。同隔籬講，我一定要做足晒預備。我一定要做足晒預備。咁我相信被提嗰一日就係你人生最好嘅美夢開始嘅一日。感謝主，最尾我哋學到音樂，我哋鼓掌，多謝神。我們愛你，深陷愛我們，隨你我不一樣，我們一路上走往祝福的方向。我們愛你，深陷愛我們，心再堅強也不要獨自飛翔，只要微笑，只要原諒，有你愛的地方就是天堂。我們愛你，深陷愛我們，隨你我不一樣，我們一路上走往祝福的方向。我們愛你，深陷愛我們，心再堅強也不要獨自飛翔，只要微笑。
们走的方向。当你先相信了耶稣以后，当你走的方向是一个祝福的方向 ，Amen。跟你旁边人说，我们走的是一个祝福的方向。